我係 Dallas 嘅 Jasmine，咁好高興今日大家抽時間啦嚟到聽我哋呢個講座。咁喺我哋邀請3位投資專家出場之前咧，咁我都想用大概5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做一做個市場回顧，係關於舊年2025年嘅一啲市況嘅。咁其實應該都記憶猶新。咁啊，舊年年頭一開始咧，其實震撼成個市場咧，就大家應該會記得DeepSeek嘅登場。咁就成個市場都幾大迴響，突然之間覺得咦，原來一啲低成本嘅model 都可以做到好多。咁就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Nvidia 一日跌咗幾多？係跌咗17%嘅。咁當時大家都幾擔心成個AI 板塊嘅前景啦。咁開始好緊張啦，咁但係個市場消化咗之後咧，其實都覺得依然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同埋個需求嘅。咁但係第二浪又嚟啦，咁就係關稅戰。咁關稅戰大概喺2月、3月度開始啦。咁其實到4月Liberation Day 嘅時候咧，大家係非常之擔心，成個市場咧直頭係一個叫崩點講咧？一個真係跌得好犀利嘅一段時間，係好短時間係跌咗10幾個%嘅成個市場。咁喺當時咧，大家都係對於嗰個前景咧係非常之擔心，覺得成個所謂嘅supply chain 供應鏈咧將會崩潰，咁而唔少分析師咧甚至覺得會係有呢一個衰退風險㗎啦。咁事隔咗1個禮拜、2個禮拜之後，其實持續咧都有啲談判啦。咁跟住發現，咦，原來都係一個談判嘅注碼。咁慢慢咧，其實都緩和咗，而最後達成嘅共識咧，亦都未有之前大家擔心嘅情景咁樣。咁亦都市場有個 V-shape 嘅反彈。咁再 fast forward 下半年嘅市場咧，其實都一路有啲所謂嘅企業盈利咧不斷公布，都見到其實人工智能帶嚟嘅支撐支持咧係好大，係 evidence 真係見到的，而且確咧嗰個 earnings 佢哋嗰個企業盈利仍然係好強勢，咁所以市場喺下半年咧其實係一路繼續升緊嘅。咁中國同亞洲市場咧，其實喺你話關稅戰嗰一段時間咧，的而且確係比美國嘅股票咧係嚟得更加 resilient 啦，我哋叫。咁你會見到 Q1 嘅時候咧，其實中國嘅股票咧係表現得非常之好嘅。咁到 Q2 嘅時候咧，依然都係亞洲新興嘅市場嘅表現咧係領先住。咁美國股票咧係直到真係 Q2 尾嘅時候反彈翻啦，咁先至有一個好啲嘅表現。咁一路去到全年嘅表現啦，咁你會見到咧主要領先嘅咧都係亞洲股票同埋新興市場。咁而中國股票亦都係其中一個表現得非常之好。咁喺第4季咧，其實佢有一個比較明顯嘅 pullback 嘅。咁總言之係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升翻好多。咁你話俾翻2024年同2023年一直都係美國帶頭咧，其實2025年咧，我哋都見到好多美國以外嘅市場咧係 catch up 翻。咁除咗你話個別嘅region，即係個別地區嘅唔同嘅發展之外咧，其實你見到喺板塊上面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側位，我哋叫。咁2024年其實表現最差嗰個行業就係原材料。咁你見到2025年咧係飆翻去頭位嘅。咁當然有好多基建設施嘅需求帶動對原材料嘅需要，亦都高咗好多。咁你見到電信業依然都係喺首幾位嘅位置啦。咁但係佢哋
依然係對於AI 相關嘅行業係比較大嘅受惠嘅。咁所以 overall 我哋見到喺嗰個板塊度咧，其實我哋叫做都 diversify 咗、分散咗。其實唔係單單你話電信業過往幾年嘅帶領下咧，依然係頭嗰幾位係同一個板塊表現得好。其實我哋都見到唔同嘅板塊都喺舊年係已經 catch up 咗㗎啦。咁啊講完呢個股票市場大概嘅情況啦，咁可以睇一睇呢個固定收益，即係債券市場嘅一個表現。咁其實 overall 債券市場喺2025年表現得係相當之好。咁一個我哋叫做大家認為都比較穩陣、比較受投資者歡迎嘅債券板塊咧，就係 IG Investment Grade Bond。咁你會見到第二個淺紫色呢個啦，全球投資等級債券咧，2025年其實係有 double digit 即係雙位數嘅回報，咁亦都係少有嘅，因為都係一個比較穩陣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原因都受惠咗佢今年啦，其實下半年度都減咗3次息。咁而呢個我哋嘅 credit spread 即係信貸息差，其實都有一直收窄，或者都處於一個比較低位嘅水平。咁所以都帶到咗其實股主總括嚟講整個債券市場咧嘅表現咧都相當唔錯嘅。咁講到減息啦，咁頭先就講咗你話下半年或者最後季度其實都減咗3次息，咁就好明顯短期嘅債息咧係跌咗好多。咁但係若果你睇翻一啲遠期嘅債息咧，其實個變動不大嘅。咁我哋即係俗稱或者technically 啲咁講咧，就成條 U curve 就 steepen 咗。咁呢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會覺得暫時嚟講，可能短期嘅債息會比較容易比較容易去掌握嗰個走勢。咁一啲長期少少嘅債券，咁大家可能要小心留意一下，因為一個利息嘅轉變、債息嘅轉變，其實對於你揸呢一類型嘅債券嗰個回報都會有好大影響。咁同埋一啲遠期啲嘅債息咧，其實牽涉需要諗到，唔係淨係話單單而家諗嘅減息加息咁簡單可以factor 到究竟佢嘅走勢會係點樣？咁我 pull out 咗呢一個我哋嘅 flagship 嘅 portfolio 咧，係作為一個 benchmark 啦，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環球股票比較分散嘅股票組合嚟嘅。咁其實都做一個總結，2025年咧，不論係債市定股市咧，其實個表現咧都真係相當唔錯。咁嚟到2026年咧，咁啱啱過咗一個月，其實頭一個月已經大家感受到嗰個市場嘅波動性好大，由頭半年係咁樣升，大家仲係對於整個熱潮好熾熱嘅時候咧，咁轉個頭咧又有一個咁大嘅 pullback，咁甚至乎大家可能都好中意嘅一個 asset class 啦，黃金喺最近1-2個禮拜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所以我諗咗呢一個今日呢一個我哋叫做即係一個 seminar 都好 timing，即係希望可以透過我哋今日幾位嘉賓去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2026年我哋見到好似企業盈利仲係好強勢。咁但係呢個勞動市場啦，我哋叫好似又有啲疲軟。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喺呢個市場去透過唔同嘅配置，可以希望可以有一個平穩啲嘅方式去配置我哋嘅資產，有一個希望有2025年一個咁好嘅回報。咁或者我先 sorry。唔好意思，
揾翻幾位出場先係。咁我哋有請我哋3位嘅嘉賓啦。咁第一個就係資本管理嘅 Andrew。sorry， 資本集團嘅 Andrew， 咁佢係喺資本集團咧做呢一個投資總監嘅。呢得好啦 ，thank you。咁跟住同埋 Marcella 就係我哋摩根資產管理嘅策略師，環球市場策略師。環球市場策略師。咁最後咧仲有係萬寧嘅亞太區投資嘅策略師啦。咁有請 Robert 嘅。好，唔該晒。我知道摩根資管啦，其實對於2026年咧有個幾有趣嘅觀點，就覺得上半年同下半年咧其實可以分開嚟睇，覺得上半年嘅增長依然係幾強勢，咁但係下半年咧可能就會有個 slow down，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客戶都分享一下呢個睇法？可以啊，首先多謝 Dallas 邀請我哋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嚟參與今日嘅講座啦。咁我係 Marcella 啦。咁其實我哋而家首先我想講頭先你嘅回顧係非常有趣，想睇翻其實2026年 so far 其實應驗咗我哋2025年一路講嘅所謂叫 broadening out 個廣度係擴闊咗。頭先可能都睇到啦，我哋見到。當大家依然對美國經濟前景或者係企業盈利前景非常睇好之下，其實見到2025年美國嘅表現冇北亞或者台灣啊、韓國表現咁好，韓國升咗成100%，台灣升咗40%。Year to date 其實韓國、台灣依然都做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呢樣嘢我哋見到係呢個 broadening out 其實係會係2026年繼續去擴大。而喺個擴大方面，係我覺得喺美國投資方面唔好淨係齋睇 Mag 7啦，可以擴闊多去其他板塊。AI 嘅投資嘅機遇非常之多，但係投資嘅方式唔同啦，唔再淨係睇 Mag 7，唔係淨係再睇一啲 AI 嘅頭7間公司，可能去到多啲係一啲 innovators enabler， 跟住亦都去 beyond， 唔係淨係齋睇美國，而係去睇其他 region。我哋繼續可能睇好北亞嘅台灣啊、韓國啊，其實同埋內地、日本繼續都係 AI 嘅一啲喺亞洲方面有一啲會一啲 beneficiary。咁所以呢樣嘢就會應驗到去個broadening out 喺無論喺within美國或者係 beyond region 都會係發生。咁而喺美國方面嘅經濟其實個基本面經濟嘅基本面唔錯。企業盈利亦都唔錯，咁但係好似頭先你所帶到就係我哋睇2026年個經濟就會分開兩橛，頭橛咧就係企業盈利依然唔錯，跟住受到經濟同埋一啲刺激嘅措施支持之下咧，我哋覺得個經濟基本面會繼續向好。跟住，但係通脹咧可能會持續喺一個3% 嘅水平嗰度維持。咁但係到下半年嘅時候，當呢啲 impact 開始 fade out 嘅時候，當嗰啲經濟動能慢慢可能會回落，跟住可能通脹亦都慢慢回落之下咧，咁亦都係令到個市場就會覺得可能經濟嘅動能亦都會減慢啦。咁所以就係我哋所謂嘅經濟咧，就係會係分開兩橛，頭半橛咧就係好似而家延續翻我哋隨住慢慢多啲退稅政策啊，或者經濟方面有啲tariff 嘅 rebate， 令到可以支持到經濟個基本面 GDP 繼續會向好，跟住但係通脹咧就可能會係比想像中sticky， 跟住之後到下半年嘅時候，亦都要睇翻個經濟動能可唔可以持續到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就係隨住年頭到而家都好似冇停過咁忙，每一日都日日新鮮，日日都有唔同嘅新聞之下，我哋繼續就可能會估計究竟減息方面嗰個步伐，我哋覺得繼續喺一個減息週期，但係嗰個速度可能隨住經濟動能可以維持到之下咧，喺市場預期可能仲有2次，我哋覺得可能係1次，甚至可能減唔到息啦。咁但係整體仍然都係一個減息嘅一個趨勢咁樣咯。好，唔該晒 Marcella。
咁Andrew，我知道資本集團啦，其實對於呢一個而家2026年嘅市場嘅睇法咧，都幾樂觀，因為覺得舊年其實好多企業都叫做捱過咗一個 Liberation Day 一個咁重要、咁一個市場咁震撼嘅關稅戰啦，其實帶嚟好多壓力嘅，咁都可以捱過，而咁舊年嘅表現亦都相當唔錯啦。咁你點樣睇嚟緊呢一年嘅股市咧？我諗其實都會有少少同頭先所講嘅一啲觀點其實有少少吻合嘅。我諗如果你話真係要去點樣形容嚟緊今年我哋覺得嗰個宏觀經濟狀況嘅情況嘅話，咁其實我諗真係兩個字咯，強韌咯，或者 resilience 啦。因為即係喺無論喺財政政策方面啊，或者貨幣政策方面，其實等等亦都睇得到各國無論係新興市場又好啊，或者成熟市場，其實都係不停咁樣去推出呢啲貨幣同埋財政政策去支持整體嘅經濟增長同埋或者啲復甦嘅步伐。咁喺咁嘅 backdrop， 喺咁嘅一個設定之下，咁其實股票環球嘅股票嗰個表現，我哋覺得係相對比較樂觀嘅。咁我諗最主要有3樣嘅推動嘅因素啦。第一就係盈利增長啦。咁頭先其實你亦都講過好幾次咧，即係上年其實好多各國嘅企業啦，咁尤其喺美國度咧見得到個盈利增長係比較快嘅，而去到今年啊。美國嘅企業盈利其實依然增長得比較快，我哋覺得可能今年有機會可以去到即係個盈利增長可能係由上年嘅11% 升到今年可能14%。咁但係另一邊廂就係話其他嘅市場啦，例如多咗好多人講嘅歐洲，亦都多咗好多人講嘅即係中國啊或者新興市場。咁其實嚟緊今年個盈利增長都有機會可以去到雙位數字咧。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除咗美國之外，嚟緊就係其他嘅市場亦都可以。要翻上嚟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百花齊放，亦都去翻頭先所講嘅，即係個 market broadening 嘅嗰個情況有機會喺今年出現，亦都進一步推動環球個股票市場啦。咁另一邊廂就係話，除咗國家之外或者地區之外，咁其實行業方面亦都係一個類似嘅狀況，唔再係資訊科技嘅板塊啦。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成個環球股票市場嘅話，11個板塊其實平均而言都嚟緊2026年，我諗都有7%或以上嘅盈利增長。咁所以盈利嘅增長，我哋覺得會進一步推動嗰個市場嘅嗰個領導嗰個廣度進一步拓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最主要，我哋覺得會推動股票市場嘅一個動力啦。第二係 valuation 啦，估值啦。咁可能大家會話：咦唔係喎，Andrew 日日睇 Financial Times，日日睇 Bloomberg 就係同你講話估值好貴喎咁樣。咁的確係貴嘅。咁你睇美股標普500指數而家 trade 緊係大概22倍12個月遠期市盈率係貴，咁但係其實最主要就係亦都頭先有提及過嘅即係科技或者 AI 7巨頭啦。咁所以睇翻例如美股其他標普493間公司嘅話，咁其實佢哋個遠期市盈率大概18至19倍咯。咁所以亦都即係想講翻一樣嘢，就係話除咗 IT 板塊即係資訊科技板塊之外，其實有好多其他板塊嗰個估值其實仍然係有上升嘅空間嘅。咁呢個係第二個推動力。第三就係一個減息嘅週期啦。咁即係大家如果要去好 pinpoint 話一定要估話，喂今年係要減幾多次息，今年減息係個幅度有幾大？其實我諗經過過去幾年，大家都知要估嘅話，估錯嘅成功率都幾高嘅。咁所以，與其去估減幾多次同埋即係減幾多，其實我哋反而會着重睇翻話，咦，就算減幾多或者減幾多個幅度有幾多嘅話，咁其實整體而言都係一個減息或者個貨幣政策相對比較寬鬆嘅一個情況咯。咁其實嚟之前都做咗少少功課，即係我哋睇翻過去7次嘅減息週期啦，喺美國。咁通常如果係一個非recessionary 嘅一個情況，即係唔係一個經濟蕭條嘅情況嘅話，咁其實美股或者係非美股咧，個表現相對都係真係唔錯。講緊話嗰個平均嘅回報其實都有超過20%。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第三個我哋覺得嚟緊個股票市場點解會相對比較樂觀嘅一個推動力咯。咁但係最後一樣嘢想講嘅就係講翻嗰個市場個廣度進一步拓闊啦。咁所以你話如果睇翻我哋一啲即係我哋嗰個環球嘅一啲投資策略，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一路以嚟都係唔係淨係投 AI 嘅，咁亦都有投一啲其他我哋覺得長遠而言可以受惠於一啲結構性嘅趨勢當中，包括咗再工業化啦，即係例如數據中心進一步拓展，其實亦都
都可以推動到一啲例如工業啊、一啲能源啊，甚至係物料相關嘅公司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就係醫療保健嘅創新，同埋我諗大家喺香港亦都會見得到，就係話而家大家排隊喺奢侈品門口見到排隊嘅人越嚟越少啦，反而排嘅係例如bakeries 啊，例如排嘅係餐廳啊咁樣，即係大家嗰個消費模式轉咗，唔再去追求物品，而係相對地比較中意係消費啊，或者係一啲經驗啊同埋旅遊。咁呢啲我哋都會喺個投資組合度，希望就係比較多元化嘅配置去捕捉唔同嘅投資機遇。好，唔該晒 Andrew。咁頭先兩位嘉賓都有講過啦，即係話其實個企業嘅盈利咧係仲係好強勢。咁但係另一邊上，我哋都睇到啦，嗰個勞動嘅市場咧開始轉弱，即係有啲 signal 走咗出嚟啦。咁喺呢個嘅大前提下咧，咁我諗起咧，其中一個最近都好多人提起一個叫做 K 型經濟。即係有一啲受惠於 AI 帶動嘅一啲行業咧，真係越嚟越好，越賺越多。但係一啲傳統啲嘅行業咧，可能就受到有啲壓力啦。咁可能即係打工嘅，亦都有少少擔心，唔知道應唔應該使咁多錢啦。即係奢侈品嘅，亦都好似少咗咁樣啦。咁會唔會反而我哋需要退手少少？會唔會一個債券市場啦，或者即係除咗你話我哋一啲 AI 受惠嘅行業之外，其實有冇其他嘅資產嘅配置，或者整體嚟講，其實 Robert 你哋又對於呢一個市場嘅睇法咧？好，係咁樣嘅，就之前兩位嘉賓講咗好多關於股票市場嘅咁樣嘅一個睇法啦。咁我哋80咧都係有股票相關嘅一個基金啦，然之後咧，我哋其實相對嚟講更加強嘅，可能就係我哋債券嘅部分啦。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調翻轉頭睇舊年啦，咁我哋其實係從一個宏觀市場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係 call 啱咗幾件事嘅。首先第一咧就係話我哋認為關稅嗰個 Liberation Day 咧解放日咧係不可持續嘅，呢個係當時 very non-consensus 咁樣嘅 view 啦。咁我哋當時咧就講，首先第一咧，你美國嗰邊嗰個入口雖然係中國對美國出口係美國對中國出口嘅3倍，你 dollar value 方面咧美國贏嘅。咁但係咧，你從一個貿易結構嚟講咧，裏邊至少有1/3咧係美國好難短期裏邊去揾人哋去製造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短期話係要3個月以內要決定勝負咧，兩敗俱傷嘅，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真正調翻轉頭睇解放日佢一個性質係咩咧？就係話係一個人嘅意念嘅改變。我今年要唔要加關稅？咁調翻轉頭咧，就係話你美國經濟基本面如何咧？係 OK 嘅。咁調翻轉頭再繼續講就係話，如果個經濟唔好，我一個企業而家要炒人，我唔會因為今晚聯儲局減咗一次息，我聽朝就唔炒人。咁調翻轉頭，亦都係話，如果個經濟好嘅話咧，唔會因為我短期而家有咁樣嘅一啲 disruption、一啲影響，我之後咧我就唔做生意。咁所以咧，其實對我哋嚟講咧，就係話第一，我哋呢啲企業如何，基本面如何，然之後咧，我哋先去睇一啲嘅其他宏觀嘅方面。啱先 Jasmine 你都提到就係話，而家其實一個 K-shaped economy 或者係我哋更加講叫 jobless expansion 啦，就相當於話你個勞工市場唔係咁好。但係咧，你經濟仲係一個比較 resilient、比較有韌性嘅情況。咁點樣去理解佢咧？其實而家今日我哋而家傾呢件事，同上個禮拜傾呢件事咧，其實個觀點就好唔同啦。點解咧？因為而家出咗下一大機會嘅下一位嘅聯儲局主席。咁 Walsh 佢咧，其實有一句話大家一定要記住，就係話佢希望聯儲局翻到佢最主要嘅最早期嘅初心。初心係咩意思咧？佢就有2個 target 嘅啫。第一個 target 就係勞工市場，第二個 target 就係我哋通脹，係咪？咁佢咧有冇經濟增長喺裏邊㗎？冇㗎喎。所以咧就調翻轉頭話，如果佢將之前呢2個 target 佢 control 好，你經濟如果需要有某種程度上面嘅一個，就算衰退大家好多人唔敢講衰退，就係某種程度上有一啲衰退或者係一個 low negative growth 咧，其實係喺佢嘅世界唔係咁重要，係咪？咁所以咧從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就係話 OK， 如果係 Walsh 佢自己大家市場一個 consensus 就話短聯儲局要減息。然之後咧，佢縮表就係話你長端嗰邊佢可能甚至會拋啲美債出嚟，咁成條 curve 咧更加嘅 steep 啦，更加
the long end goes up，right？ 咁呢個會對市場大家有啲擔心啦，所以咧啱啱出嚟 nomination 嗰陣時唔係個市係跌㗎嘛，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自己諗下喎，如果你短端落嚟，邊啲人會賣啲咩資產咧？美國嘅 household 美國啲居民部民咧，佢賣晒呢幾年買嗰啲 money market fund 㗎，因為我個短息嘅1年之內嗰個息口係減咗㗎嘛，咁依個資產成個 pool 有幾大咧？而家從2019年到而家咧，其實佢係增加咗差唔多3萬幾億嘅。而家 overall 咧係7點幾個 trillion。咁聯儲局嘅 balance sheet 有幾大咧？佢最高係9個 trillion， 而家減到6點幾個 trillion 啊嘛。咁所以大家可以即刻可以做數學啦。如果個長端聯儲局開始拋啲長債，短債咧其實係有市場去接盤。係啦，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大家不需要太過擔心。然之後咧，除咗 equity 方面咧，就係話我哋嘅角度好客觀嚟講 ，very neutral speaking， 就係話過去1年大家睇住美股嘅升幅係冇咁高嘅，相對譬如話中國嚟講，相對啱先講嘅韓國同埋台股啦。咁但係咧，其實點解佢升幅冇咁高咧？佢嗰個 return contribution 係嚟自咩咧？90%係嚟自於earnings growth 我哋嘅盈利增長。點解？因為佢估值升唔上去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咧，佢如果個估值冇 upside potential， 咁更多可能係一啲 risk event 導致嘅一個 downside risk。但係大家要記住，美國嘅美股嘅估值咧係冇壞事，佢就俾你高估值。China equity 咧係調翻轉頭，冇好事咧佢俾你差估值嘅。咁所以咧，大家從一個 allocation 嘅角度嚟講咧，可能準備翻2026年有冇可能會出現一啲市場導致嘅 volatility， 完全有可能嘅。我哋唔應該話喂乜事都冇，我哋反而係話呢啲可能係一啲 potential opportunity for to top up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個係 overall 一個overarching view 啦。咁翻到80，我哋而家對 fixed income market 嚟點睇咧？就首先第一，大家啱先講咗㗎啦，呢個企業嘅基本面咧係非常之健康嘅，尤其係喺美國嗰啲企業主啦，除非你係開 AI 相關嗰啲公司嘅，否則咧你過去6年咧你都唔敢使錢嘅。點解咧？20年疫情啦。21年，然之後係高通脹啦；22年係加息啦，然之22年、23年都加息。咁24年咧唞一啖氣，25年咧就嚟咗關稅。咁所以咧，你呢6年咧基本上你都唔敢使錢嘅。所以佢哋嗰個 balance sheet 其實係反而非常之健康。有一啲 metric 咧係自1960年以來美國企業部門係最健康嘅咁樣一啲 metric。所以咧，我哋喺一個基本面 fundamental 角度嚟講，唔係太過擔心。然之後咧，所反映嘅，尤其係 high yield， 譬如話個 credit spread 咧，其實譬如話啱先我都做咗少少功課啦。咁我哋睇舊年4月份 Liberation Day 大家最恐慌嗰陣時，個 credit spread 最多亦都係加咗100個 BP 左右嘅啫。100個 BP 咩意思咧？1% 左右嘅啫，係啦。咁所以咧，而家調翻轉頭就係話 OK 好，你 equity 有啲 volatility 喺度，咁我哋都係 embrace 啦，有啲相應嘅機會啦。咁調翻轉頭咧，就係話你 equity 同 fixed income 之間個 correlation 咧，你可以通過去投資一啲呢個美國嘅企業債或者係歐洲嘅企業債，去幫我哋做一啲 correlation 相關嘅 play。你喺一個 risk budget 嘅方面咧，其實你喺 equity 方面唔需要加咁高，都可以攞到一啲潛在嘅potential return。咁 fixed income 呢邊咧，雖然穩陣啲你呢個 spread 都係比較低㗎啦，我都係坦白講。但係咧，你嘅 coupon payment 咧，差唔多而家都係6厘左右嘅一個水平，所以咧你穩穩陣陣有一個6厘嘅一個 return 喺度，個 credit spread 就算佢 widen 咧，都唔會 widen 咁多。咁所以咧，大家都係低、中、高風險都有啲 asset 嘅 allocation， 就唔使將所有嘅風險都擺喺任何一類 risk 嘅 basket 裏邊。係啦，就我先講到呢度。唔該晒 Robert。咁我都喺呢一度分享一下啦，因為其實我哋 Endowus 嘅平台咧，咁接觸到嘅客人啦，喺上年嘅下半年咧，的而且確咧係多咗好多，都想睇下點樣 reposition， 點樣重新部署佢哋嘅 portfolio。咁當中有唔少嘅都可能係擔心，會唔會本身喺美國嘅資產美元嘅資產咧嘅配置會過高，咁都開始陸續咧係會多咗留意新興市場啊、中國市場等等嘅。咁頭先 Robert 都有提到啦，其實美國市場咧
依然係值得投資嘅。咁我諗帶到我哋第二部分會講多少少每一個 asset class，咁其實應該點樣部署，同埋喺每一個 asset class 度其實個機會喺邊度，風險喺邊度，可能會再分享多少少。咁或者講咗先講咗 AI 先咧，因為我哋頭先其中花咗好多時間，都係因為個整體個市場經濟咧，都係圍繞住呢一個人工智能嘅 development 嘅發展嘅。咁或者先問問 Andrew 啦，因為其實我哋理解到啦，其實喺資本集團啦，對於AI 呢一個板塊咧，都有幾多嘅研究啦，甚至乎亦都有好多啲conference 啊，會接觸到好多美國一啲比較 high profile 嘅公司啦，去傾一傾未來嘅前景，或者佢哋而家遇到嘅一啲問題啊，或者機會喺邊度啊？咁另外一樣嘢我都覺得好有趣嘅，你哋亦都有嘗試 address 過，因為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好中意咧將 AI 而家呢個熱潮咧同當年嘅科網泡沫作為一個比較。咁好多人都有自己嘅解説啦，咁我覺得資本集團嘅一個分析咧都幾有趣，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我諗首先就係如果話睇翻而家大家最擔心有關於即係 AI 係咪一個泡沫嘅情況，咁其實其中一個 metrics 或者其中一個嘅出發點就係在於見到美國嘅4大雲端巨頭佢哋嗰個 AI 相關嘅資本開支規模非常之大喎，即係講緊話2024年係超過2000億，然後上年超過3300億咁樣，然後今年講緊話已有機會超過4000億喎咁樣，咁個數字好大啦，咁亦都增長率亦都非常之大，咁所以導致到大家好擔心，係咪好似去翻90年代或者90年代末嘅時候嗰種咁嘅情況？咁我諗context is important，即係可能睇翻嗰個背後，即係嗰個一個大環境，我覺得係比較重要少少。咁其實你睇翻2024年係嘅，即係4大嘅雲端巨頭係放咗超過2000億，但係超過2000億係佔咗4大雲端巨頭嘅總收入大概12%左右。咁而上年2025年講緊超過3000億，其實佔咗佢哋總收入大概係22%左右。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嗰個資本開支嘅增長，其實相對地亦都同佢哋個收入同埋盈利增長嘅嗰個步伐啦，同埋個幅度其實差唔多，唔係話完全脫軌。咁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覺得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唔係完全係荒謬或者係一個泡沫嘅一個環境，因為始終即係佢哋個盈利增長都非常之強勁啦。咁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喺 AI 上面嘅研究啦。咁其實我哋資本集團就我哋嘅投資策略或者投資方針其實都非常之着重係由下而上，透過選股同埋基本面因素去做投資。咁所以的確係見公司啊，或者即係我哋做嘅一啲 bottom up research 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其實我哋上年11月嘅時候，亦都係搞咗一個AI 嘅一個講座或者 AI 嘅 conference 俾我哋自己嘅資本集團嘅投資人去理解多少少有關於 AI 未來嘅走勢啦，或者未來嘅一啲投資機遇啦。咁其實我哋亦都請咗好多 AI 公司嘅一啲高層嚟我哋同我哋資本集團嘅人去見面。咁當中包括咗例如 Anthropic 啦，當中包括咗Microsoft 啊、微軟啊，亦都包括咗 OpenAI 啊、Meta 等等咁其實我諗兩樣嘢令到我哋覺得暫時我哋應該唔係喺一個 AI 嘅一個泡沫嘅。咁第一樣嘢就係話，亦都頭先有提及過啦。其實好多而家我哋見到一啲大嘅雲端公司，咁其實佢哋嗰個資本開支都係透過自己嘅現金流，同埋透過佢哋自己嗰個收入去支持嘅。咁當然而家多咗少少話去一個私募市場去攞資金啦。咁但係個情況相對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嚴重。咁所以呢個其實對比翻喺90年代嘅時候好唔同啦。90年代嘅時候其實大部分都係透過債務去集資去做投資，而家係通常都係靠翻自己公司嘅現金流。咁呢個係其中一樣我哋察覺得到嘅一個唔同嘅嘢啦。咁另外一個 parallel 我哋覺得唔同就係話，我哋睇得到而家呢啲咁嘅公司咧，其實嗰個需求係非常之大，但係最大嘅問題係佢哋嗰個供應唔夠。即係我哋去見頭先講嗰4間公司啦，或者一啲其他嘅 AI 相關嘅公司，其實
實佢哋嘅管理層通常都係同我哋講兩個英文字嘅啫，就係 capital constraint， 即係資本受到限制，即係佢哋而家係有足夠嘅AI 相關嘅運算嘅需求，咁但係唔夠 supply。咁其實當中其中一樣嘢其實就係喺嗰個高頻寬記憶體啦 ，high bandwidth memory， 頭先亦都提及過，就係因為嗰度亦都有啲唔夠嘅情況。咁其實呢個亦都同翻90年代嘅時候唔一樣啦，嗰陣時反而係個供應非常之多，但係需求唔係好多 ，adoption 即係採用率嗰個速度亦都相對比較慢。而家我諗在座大部分人都有用 AI 啦，即係冇都我諗至少都95% 嘅人有用 AI。咁所以對比翻嗰陣時，其實的確好唔同咯。咁所以呢個亦都令到我哋會覺得話點解AI 暫時唔係一個泡沫嘅時期。就算如果真係 AI， 我哋而家係一個 AI 嘅泡沫週期嘅話，咁可能呢個週期都會對比舊陣時嘅週期嚟講相對比較長。咁我諗最後一樣嘢想講嘅，亦都係可能相對比較少咯。我覺得喺市場上會聽到就係話，其實 AI 嚟緊，我哋覺得去到2030年甚至打後嘅時間，有機會的確對於環球甚至係美國嘅嗰個生產力有個好大嘅推動咯。即係講緊有機會，我哋見到生產力係 double， 即係雙倍咯，對比而家嘅水平。咁 AI 嘅採用亦都會推動得到整體嘅經濟增長。咁所以亦都係另一邊廂係 disinflationary 嘅，即係透過 AI 嘅採用，咁可能亦都可以撳翻低少少嗰個通脹嘅壓力。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嘅好嘅因素喺度咯，即係 AI。咁唔特別講多壞嘅，因為我覺得壞嘅大家都聽過好多。咁但係呢個就會係我哋部分對於 AI 投資同埋 AI 前景嘅一啲解讀。好，唔該晒 Andrew。咁啊頭先提到啦，咁其實 AI 好多公司，尤其是啲 software companies 咧，其實個現金流咧都係好充裕，我哋叫好 regular 嘅。咁好多時候即係作為一個發債人咁樣，你都本來都好中意呢一類型公司，因為有一個好穩定嘅現金流啦，咁都好中意發債俾佢哋。咁但係而家就講到即係 AI 嘅衝擊咧，其實令到唔少呢啲公司咧，其實都變得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個 model 啦，即係可能我自己揾個 AI model 都自己可以整到一啲類似嘅嘢。咁當然唔係我哋講得咁簡單啦。咁的而且確個 potential 係比以前大咗好多，容易咗好多。咁喺作為一個即係信貸嘅一個投資者啦，咁你會點樣去分析呢一個風險啊？會唔會偏向一啲真係有我哋叫 real assets 啊，有啲唔同類型、唔同板塊嘅公司會比較喜歡咧？會有嘅。咁有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宏觀嘅 data 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我哋睇美國嘅一個勞工市場啦，咁尤其係非常之後生，25歲以下就18歲到24歲左右嘅一啲後生仔後生女，佢哋揾工嘅一個成功率咧，佢呢個 job posting 咧，其實係跌得比其他我哋叫 prime age 就係24至50幾歲嘅一個 age 咧係要多。點解咧？就係話呢啲 junior 咧佢哋係相對嚟講比較容易被 AI 去替代。咁喺成個經濟體裏邊咧，其實我哋係睇到咁樣嘅情況啦。咁作為一個bond investor、fixed income investor， 或者係我哋直接去做一啲private lending， 因為 Barings 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呢啲類型嘅business 咧。咁我哋喺呢啲層面咧，我哋就會更加關注呢啲underlying asset 佢哋嘅 asset quality。咁你有冇 collateralization， 有冇嗰啲擔保啦？譬如話我哋80有一隻基金就係專門做 senior secured嘅 bond， 就係話我哋係喺呢個成個 asset claim 裏邊咧，我哋係最 senior 嘅一個 lien 去 claim on asset。如果係佢係真係出咗啲咩問題咧，我哋係可以攞到鎖匙嘅。係啦，呢個好有意思嘅一個 area 啦。咁我同大家講多幾句就係話大家如果睇緊任何市場咧，其實尤其係做一啲 direct lending 或者係一個 collateralization senior asset investing 嗰啲咧。其實咩最重要咧？除咗一個投資分析嘅能力之外咧，都係需要知道當地嘅法律，同埋當地嘅會計師咁樣嘅一啲規則。唔係嘅話，真係出咗事情咧，你唔知個鎖匙邊個攞到嘅。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喺霸凌咧喺歐美市場做咗幾十年，有咁樣一啲經驗咧，其實我哋係有更多嘅一個判斷啦，甚至乎咧就係話一個成個 life cycle，如果真係出咗事咧，我哋有另外一啲 team 係有呢啲能力去接管咁樣嘅 project，去喺個 restructure 嘅過程當中幫我哋啲客去extract 更多嘅 value 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做緊呢個係一個方面咧，就係話 collateralization of the assets。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話有冇一啲生意或者係啲業務咧，係無論如何你都要做嘅，係啦，譬如話出糧啦，你譬如話一啲科技公司佢哋有嗰啲 data centre 咧，咁都係實物嚟㗎嘛 ，real asset 嚟㗎嘛，咁所以咧我哋喺依啲 industry 裏邊，我哋可能會更加重視啦。仲有就係話一啲healthcare 公司，譬如話一啲重要嘅藥品啊，嗰啲 patent 啊。呢啲你短期裏邊 AI 好難去顛覆佢㗎嘛，因為你就算你呢個藥物你研製出嚟之後咧，你仲要做一個動物試驗，然之後再做人類試驗，等諸如此類 FDA 先可以批你㗎嘛，所以成個 overall 呢個 development cycle 咧都係比較長嘅。咁所以調翻轉頭咧就 all of the above 咧，其實我哋係喺做呢啲 fixed income 啊、investing 啊、credit selection 方面，我哋都會揀。啱先兩位嘉賓都有提到咧，就話而家有一個 broadening 嘅一個 theme 喺度。咁 broadening 咧有兩個意思，就係第一意思咧就係更多行業嘅公司開始有更好嘅表現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其實就係話一個 winner and loser 之間嘅差別咧可能會更大。咁所以咧，無論係 stock selection 又好 ，credit selection 又好，其實呢個反而係專業嘅資產管理公司更加要俾到我哋客人嘅一個 value addition。咁啱先咧有一個 point 我唔記得提咧，就係話其實2026年好重要嘅一個 narrative 咧，就係全世界主要嘅經濟體嘅政府都喺度大規模嘅使緊錢，一個 fiscal expansion 嘅 theme， 今年咧係一定要做㗎啦。咁美國嘅One Big Beautiful Bill 3.7個 trillion。然之後德國嘅5000億歐羅嘅一個infrastructure spending plan， 咁日本咧係120個 trillion 嘅日元嘅一個 fiscal spending plan， 咁中國924之後啦14萬億，然之後咧輪到今年咧唔知幾多，但係都唔會少到好邊度去嘅。咁所以咧而家全世界四個最大經濟體政府都喺度使緊錢，咁錢喺邊度嚟啊？印出嚟㗎嘛，印出嚟係咩意思咧？就係自己要就係發債，然之後人哋買啦。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就係話投資風險資產買邊啲咧？就係佢要買咩，佢喺邊度投資，我哋喺邊啲行業可能會受惠。譬如話 infrastructure， 譬如話 technology， 譬如話呢個defence 係嘛？呢啲類型咧都會有嘅。另外一個 implication 咩意思咧？就係fiat currency 咧，就係政府印嗰啲錢咧就唔值錢啦。係啦，所以點解大家其實從舊年開始睇到黃金咁樣一個表現？但係近排可能有少少過熱啦，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 real asset， 無論你係公司股票啦，然之後或者係債券啦，或者我哋呢啲 real asset 嘅 collateral 啦，還定係黃金啦，咁樣呢啲資產咧，其實佢 overall 嘅 value 咧應該都會增加嘅。短期嚟講咧，除非我哋係可以睇到 fiscal tightening， 否則咧其實呢個趨勢應該至少今年可以持續落去。唔該晒 Robert 嘅。咁講到呢度，其實有啲在座各位啦，可能有啲都聽完 AI 個故仔，依然係好動聽嘅。咁但係咧，又唔係好想承受咁高嘅風險。咁所以有唔少嘅投資者可能都會其實我可以配置啲低風險啲嘅。咁過往1-2年啦，或者2-3年啦，其實我哋嘅平台都見到唔少客戶咧係過度，我哋認為啦，過度投放於現金或者我哋叫貨幣基金，即係一啲 money market funds 啦。咁過往幾年其實個表現都唔錯嘅，有4至5厘嘅回報啦。咁去到今年咧，咁當然係一定會回落啦。咁而家嗰個息口亦都減低咗啦，咁亦都仲有機會會繼續下調嘅。咁喺呢一個情況下，仲有啲咩選擇可以？好似頭先 Robert 好似有講過，都而家嘅債券回報咧，其實都應該可以去到6厘左右嘅。咁會唔會喺但係又減緊息啦，信貸息差又比較窄嘅時候，如果我都繼續要咁呢個6% 嘅回報，會唔會承受風險更高咧？咁除咗一般我哋見到嘅一啲叫做investment grade bonds 之外，其實有冇啲其他嘅一啲叫做 fixed income 嘅資產，其實都有一個機會嘅咧？
係啊，其實我哋 JP Morgan 咧，亦都有研究，例如所謂嘅 securitized assets 啊，證券化資產啦。咁證券化資產其實成日大家會聽到就係 asset-backed securities。ABS 或者係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即係資產擔保證券，同埋係 mortgage-backed，即係抵押擔保證券。咁呢啲咧，我亦都做咗啲功課，就係咧，就係佢哋同equities 嘅 correlation 咧，其實係相對為低嘅。咁大概可能係0.2啊、0.3左右。咁而佢個yield 咧亦都唔錯。你而家10 year 美債4.3厘。但係 ABS 都有4.2，跟住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都有4.7左右。咁其實媲美 IG 㗎，investment grade 而家4.9% 左右啦。咁所以其實整體上再加上你係特別可以投資喺單一嘅板塊，或者例如係可能係消費嘅板塊啊，或者房屋政策。好似頭先所講到，我哋覺得美國嘅基本面經濟嘅動能其實唔錯嘅。咁跟住我哋覺得衰退嘅風險亦都冇想象中咁大，跟住就業市場的而且確好似慢落嚟，但係我哋覺得嗰個失業率可能都維持喺4.2% 左右，咁所以房屋嗰個供需嗰個亦都仍然咧會支撐住整體上我哋覺得 ABS 啊 MBS 嘅市場嘅，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可以分散風險之餘，亦都可以得到額外嘅回報，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喺呢個時候，大家可能講。Robert 講係 fixed income 啊，亦大家亦都成日會睇到，究竟買短債定長債，個 duration 嘅存續期點樣 adjust 啊？呢啲時候其實好難，因為你又有新嘅 Fed Chairman，跟住美國嘅 administration 特朗普有啲政策，亦都大家令到可能央行嘅獨立性啊，或者對於整體上你都講起 fiscal 方面嗰個嘅整體上嗰個持續性，亦都有啲擔憂。咁所以的而且確，你減息嘅週期好似應該延長個存續期。咁但係喺呢個時候，我哋反而覺得應該揾一啲策略係可以好 actively 去 adjust 嗰個duration，去迎合翻而家個市場動態咯。咁呢樣嘢亦都係分散風險之餘，有額外收益之餘，亦都係喺一個喺呢個風險啊或者波動性咁大嘅時候，一個彈性去。或者係一個actively 去 manage 翻個 duration 係好重要咯。好，唔該晒。咁由於我哋3位嘉賓咧都做咗好多功課，分享咗好多資料，所以我就濃縮少少我哋可能最後一個 topic 啦。咁就想我諗大家都可能有諗過，但係其實對於我哋香港嘅投資者咧，未必有咁深感受，就係啲美元好似貶值緊喎。咁會唔會都想即係分散一下風險？咁但係其實分散美元嘅風險咧，就唔一定話我要買外幣嘅。咁啊，其實如果你真係投資一啲譬如中國市場基金或者新興市場嘅基金，其實你已經係間接甚至乎可以叫直接啦，已經係投放咗係非美元嘅一啲資產度㗎啦。咁就住呢個即係美元嘅趨勢啦，同埋當然我哋大部分嘅都會係幾多 concentration 喺美元資產嘅。咁如果真係想分散嘅話，大家會有啲咩建議啊？會唔會係一啲當然最近新興市場係非常之火熱啦，整個亞洲市場其實都大家都見到佢2025年嘅表現咧係相當之唔錯。咁尤其是最貼身嘅中國市場咧，亦都係大家都個着眼點咧，都係最近頭半個月我哋見到嘅一個市場嘅好熾熱嘅情況出現。咁有冇啲乜嘢推薦，或者你哋會覺得邊一個市場係真係可以值得考慮嘅咧 ？Thank you。好，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覺得其實美元資產依然都有佢一個比較結構性嘅吸引性喺度，即係如果你話睇翻成個環球股票市場嘅話，有邊間公司係5 trillion， 有邊間公司係4 trillion， 有邊間公司係3 trillion、2 trillion、1 trillion， 其實都係美國嘅企業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的確嘅，即係美元嗰個走勢相對比較疲弱，導致到大家好擔心，咦美元係咪就偏軟？美元資產係咪就應該要離開？或者咦美國嗰個例外論係咪完全崩潰咁樣？咁其實我哋個睇法就唔係咁樣嘅，即係其實依然都係有具吸引力嘅一啲投資機遇。咁但係另一邊廂就係話其他市場，即係頭先我哋呢個 panel 度其實都講咗唔少嘅一啲其他市場其實具吸引力嘅一啲地方喺度。咁所以某程度上你
可以話其實都真係百花齊放。咁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覺得係真係需要揀股唔揀市咯。即係美國又有吸引力，歐洲又有啦，新興市場啦，中國啦，歐洲sorry 韓國同埋日本其實都有嘅話，咁其實就真係要睇翻每一間公司。佢哋自己有基本面，然之後去睇翻究竟有啲咩公司，佢哋個盈利增長啊，或者佢哋嗰個質素係相對比較高，而從而去投咯。咁但係我諗都係圍繞翻頭先所提及過嘅一啲長期趨勢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未來嘅一啲長線嘅一啲投資機遇，咁我覺得 AI 一定走唔甩㗎啦。咁但係唔再睇個 AI stack 啦，即係唔係再睇數據中心啊或者半導體咁，當然佢哋真係。做得非常之唔錯啦，亦都長遠而言，我覺得亦都係可以長期咁受惠得到個 AI 嗰個採用度進一步上升。咁但係亦都引申到就係話，其實一啲工業板塊、一啲工業相關嘅公司，例如一啲供暖空調，啲公司其實係幫數據中心去做，俾一啲 cooling，即係幫佢哋去俾一啲冷凍嘅一啲咁嘅措施啦，同埋設備啦，或者係我哋去睇到一啲能源相關啊，或者公用嘅公司，咁其實亦都提供到例如核能俾數據中心，去令到佢哋可以24小時都一路咁樣 run， 同時間亦都可以做得到減碳嘅嗰個目標啦。咁頭先 Robert 都有提及過，即係例如國防啦，咁其實國防呢一樣嘢亦都無可否認，亦都相對比較唔係咁好彩地，咁但係的確係個國防嘅開支同埋國防需求，環球而言嚟講係不停咁樣上升，咁所以一啲相關嘅國防公司，尤其喺歐洲度啦，我哋睇得到係特別多相關嘅一啲投資機遇，咁其實亦都係我哋有作相關嘅配置。咁醫療保健嘅板塊啦，無論係喺美國啦，無論喺歐洲啦，甚至再近啲，其實中國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投資機遇啦。咁但係我哋比較着眼多少少就係話佢哋例如佢哋嘅醫藥啦，相對地係比較少競爭力嘅，或者呢啲咁嘅公司佢哋個 pipeline 即係嚟緊會出產嘅藥品其實係相對比較闊，亦都嗰個成功率相對比較高。咁其實點樣去揾呢啲公司嘅？的確係真係要透過跟呢啲公司去見面啦，跟即係做好我哋自己基本面嘅功課去 identify 到。咁但係的確我哋喺環球嘅地方亦都揾得到一啲醫療保健創新呢個長期趨勢推動嘅一啲投資機遇。咁諗最後就係頭先所提及過嘅嗰個消費模式嘅轉換啦。咁所以一啲郵輪公司啊，或者係一啲航空或者飛機嘅零件製造商啦，咁其實亦都係我哋喺美國，我哋喺歐洲或者新興市場，即係就算喺中國度，咁其實我哋都揾到相關嘅一啲咁嘅公司。咁所以的確我諗即係最終都係想帶翻就係話喺而家嗰個環球股票嘅投資情況之下，其實的確係需要一個比較多元化嘅配置咯。即係我諗大家喺 Endowus 嘅平台上面，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其實唔需要一定用一個即係一個外嘅投資理念啦。其實你可以and 咁啊，你可以唔係即係美國 and 非美國 IT and 非 IT 板塊，咁其實好多唔同嘅投資機遇都揾得到，但係最緊要就真係要揀股唔揀市。唔該晒 Andrew，Marcella。好啊，咁我哋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我諗除咗頭先講嘅 Securitized Assets 喺 Fixed Income 呢一個板塊之外，喺可能喺 Equity 方面啦，咁亦都其實對於中國特別係 A 股方面繼續幾睇好嘅。咁頭先亦都講到broadening out 可能去到北亞啦，台灣、韓國，但係中國 AI 咧，隨住呢個自給自足啦，跟住再加上可能喺消費電子方面，可能今年會弱少少嘅，會有啲分化，可能電動車啊，或者係手機啊等等嗰個demand可能減少，但係反而好似頭先所講到 AI related 嘅，可能係晶圓代工啊，或者係一啲儲能系統啊、設備啊等等咧，呢啲喺2026年咧繼續都會好豐富。咁仲有一啲 AI 主題，好似 AI 眼鏡啊，或者一啲機械人啊，繼續喺2026年咧，亦都可能隨住自給自足同埋係個性價比比較高咧，可能有另一個 DeepSeek 嘅出現，會繼續咧帶動到中國 AI 啦，同埋一啲走政策市繼續都會係帶動到。咁從政策市之外咧，就係見到反內卷，喺上年7月開始，大家成日睇新聞見到反內卷。其實慢慢咧已經開始支持到盈利嘅增長啦。咁無論唔係淨係舊工業嘅喎，唔係淨係舊經濟，唔係淨係鋼鐵啊、水泥啊、化工啊，其實新興嘅
風電啊、太陽能啊、鋰電啊，呢啲咧亦都隨住喺價格方面有翻嘅回調啦，跟住再加上支持翻個盈利增長咧，喺資金同埋喺個基本面咧都有支持嘅。咁所以呢樣嘢對於我哋嚟緊除咗睇美國啦，好似你所講到揀股同埋唔係淨係揀市啦，我哋中國方面亦都會可能有唔同嘅主題，可能生物科技啊等等，呢啲都係隨住呢個intellectual property 國際化之下咧。一啲情感經濟啊，或者一啲比較平價少少嘅一啲體驗啊等等，呢樣嘢亦都係會幫助到，例如生物科技，生物科技可以涉獵到 AI，亦都可以涉獵到呢個 intellectual property 嘅國際化。咁所以呢啲好多主題咧，大家亦都可以關注多少少，去睇翻多少少嚟緊，可能喺內地啊，無論 A 股啊或者係港股 H 股嘅發展咁咯。好，唔該晒 Marcella，唔知 Robert 有冇補充？啱先兩位講咗好多股票市場嘅一啲機會啦，咁所以我就講少啲啦。咁從一個美元嘅角度嚟講咧，首先第一就係話因為呢個US dollar depreciation cycle 就係美元貶值嘅一個週期咧，其實佢至少行咗一半㗎啦。咁所以咧，大家未來就係再繼續去諗住話美元再貶值好多咧，或者20% 左右咧，其實係冇呢個空間嘅。歷史幾十年裏邊都未見過嘅。咁所以咧，大家就係話你美元有冇可能話繼續貶少少？有呢個空間，但係話貶好多咧，我哋覺得係冇。然之後咧，再放眼全世界咧，其實我哋喺先講成熟市場啦。咁成熟市場咧，有一個結構性嘅改變嚇，有可能就係話因為一個格陵蘭嘅情況咧，歐洲嘅國家可能未來對美元資產嘅信任係不如以前咁高嘅。咁所以咧就係話 net 咧應該係有更多嘅歐洲人嘅資產會開始轉翻少少翻落歐洲市場啊，咁所以咧對歐羅嘅資產咧係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嘅啊。並且咧我哋投資債券咧佢有一個好有意思嘅一個 caveat，就係話如果我哋係買美國企業嘅債券同埋歐洲企業嘅債券咧，我哋就會發覺其實美國嘅 GDP 係平均過去20年左右，要比歐洲嘅 GDP 增長咧要高差唔多1到2個點左右嘅。咁但係咧，我哋喺歐洲嘅債券嘅yield咧係要比美國要高1到2個點左右嘅。咁點解咧？就係話因為債券借貸呢個形式啊，呢個融資嘅形式咧，喺歐洲呢個更為古老嘅市場裏邊係更有市場嘅。大家其實係信任基礎嘅一個經濟體裏邊。咁所以咧，如果係 cost equity 更高，譬如話好似我哋而家講緊嘅 AI 嘅行業啊等等，呢啲主要嘅融資方式都係靠股權㗎嘛。咁但係咧，有好多相對嚟講比較 steady 嘅 cash flow steady 嘅咁樣嘅公司咧，佢哋反而係更加偏好甚至高少少嘅yield都願意去通過借貸去融資嚇。所以咧，首先第一就係歐洲方面嘅一個credit 就係公司債咧，我哋係比較睇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新興市場呢邊咧，你譬如話我哋喺貨幣方面係比較睇好韓元嘅。韓元好有意思，就係舊年佢貶值比較高咧，主要係因為韓國嘅投資者個資金咧都去咗買美股嚇。咁其實韓股表現都非常之好，咁所以咧今年年初至今咧，我哋慢慢睇到一啲韓國嘅本土嘅人咧開始拋啲美股，基於啱先我哋包括 Andrew 都有提到嘅，就係話我哋更加用一個全球唔同地區都開始分散配置咁一個 logic 喺度咧，就美股可能拋少少，然之後有一啲資產翻韓國咁樣，咁其實韓國嘅一個won 咧 Korean won 咧係有少少升幅嘅，年初至今嚇，咁我哋依然都係可能會睇到有少少一個 reversion trade 喺度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日元啦，日元如果係160左右嘅話咧，基本上就係日本央行必須要出手㗎啦嚇，唔係嘅話會有更多 spillover risk。咁所以咧，如果係再次接近咁樣一個水位咧，其實大家都係可以做少少參考嘅。最尾一個咧就係人民幣嚇，依個人民幣咧近排其實都有好多 roadshow 傾緊作為呢個 topic 啦。咁我唔認為人民幣會大幅升值嚇，大家其實有啲非常之偏激嘅一啲諗法，話喂今年可能升到6.0、6.2咁，唔使諗㗎啦呢啲。點解咧？因為你人民幣升得太快咧，其實對出口企業唔好嘅。因為而家中國咧，其實你睇成個經濟裏邊咧，消費、投資同埋出口咧，其實就單出口好嘅啫。
投資主要就係靠央企、國企，你私企咧，其實大家個信心依然係比較弱嘅。咁居民部門就唔使諗啦，就消費嘅依然都係相對嚟講比較疲弱。有一啲方面好似啱 Andrew 都傾到係有啲方面可能會好啲，但係 net 咧房地產而家係對成個經濟體至少舊年係有1.5% GDP 嘅拖累。並且咧，依個幅度咧喺2026年依然都係負數嘅一個水平喺度。咁所以咧就係話 net 就分散投資，然之後咧有一啲係高 risk 少少嘅，有啲 low risk 少少嘅。並且咧就係話我哋會建議大家 on the lookout，因為今年其實有好多潛在嘅風險事件喺度啊！呢啲係我哋認為係 opportunity 嚟嘅。你譬如話係midterm election 啦，美國嘅 midterm election 啦，然之後 Greenland 點樣啦？伊朗點樣啦？依幾可能下個星期就有新聞大家可以傾㗎啦。咁Greenland 點樣啦？仲有就係話你依個美國勞工市場以及新嘅聯儲局主席是否可以成功咁去令到美國去實現呢個軟着陸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呢啲情況咧，反而我哋覺得係機會嚟嘅，唔好等到話喂呢啲事發生之後，大家先去諗住急住打電話，喂而家係買啊定係賣啊定係點一個情況，我哋其實反而係話 OK 年初嗰陣時咧就諗好晒有邊啲可能嘅事件，咁呢啲事件佢繼續可能推行嘅一個 scenario 係如何，咁反而咧就係呢啲機會出現嗰陣時，有危就有機㗎嘛，係機會出現嗰陣時咧，我哋反而係更有準備咁去進行一啲部署咯。你譬如話好似 AI。你唔講1到2年啦，10年嘅一個 horizon 肯定係好嘢嚟嘅。咁仲有一個今日傾得少時間少啲咧，就係譬如話東南亞今日好似其實傾東南亞傾得少啦。短期嚟講，中美之間嘅一個和平或者係一個穩定咧，係對東南亞唔好嘅，係咪？因為中國可以繼續出口俾美國啊嘛。但係中長期咧，中美之間嘅一個競爭咧，依然會存在。唔該晒 Robert， 唔該晒3位嘉賓，真係資訊好豐富今晚。咁我好快做一個 wrap up 啦。咁因為要把握機會，咁點辦咧？咁呢度就 show 咗即係想俾大家一個參考啦，就係3位我哋嘅投資專家所屬嘅fund managers 啦嘅一啲喺我哋平台度嘅一啲基金，咁都會見到，今日有提過嘅一啲主題咧，其實都可以喺我哋嘅平台度咧會揾到嘅。咁而一啲固定收益嘅基金啦，定係一啲股票基金啦，咁亦都有 show 到喺呢度睇到嘅。咁其實頭先 Andrew 有講過㗎啦，唔一定要 or 可以係 and 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一路都好鼓勵大家analyst 嘅客戶咧，真係會多少少考慮用一個 portfolio 嘅形式去投資，就唔需要話淨係揀一隻最好嘅。